每20分中台湾就有1个人中风，而80%的中风最早的警讯其实来自双脚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支影片，可能会错过你身体正在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。我是张凯琳医师，从事中风治疗工作已经超过20年，在急诊室里，我看过太多的案例，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，只因为忽略了几个简单的指照。大家都怕癌症，但你知道吗？半身不遂其实比癌症更可怕。癌症可能让你的生命缩短，但中风却可能让你下半辈子困在轮椅上，失去自理能力，成为家人的负担。那种绝望是我在病房里每天都会看到的。有一位62岁的王先生，来自台中，他是个退休老师，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散步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脚有点拖不太动，但他以为只是太累了，没有在意。结果3天后，他在家里昏倒，送到医院时，整个左半边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。王先生醒来后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医师，我真的只是以为脚酸而已。”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。中风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其实会提前好几周，甚至好几个月就开始发出警告，而这些警告往往最先出现在我们的双脚上。如果你今年已经超过50岁，或者你的家人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的问题，那么这支影片可能会救你一命，或者救你最爱的人一命。接下来的15分钟，我会告诉你7个来自双脚的中风警讯，4种应该每天吃的护脑食物，4种绝对要避免的危险食物，还有一套只要5分钟的自我检测方法。请让我知道你在哪里观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告诉我，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提出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最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急诊室送来一位58岁的李太太，她来自新北市，是个家庭主妇。当救护车到达她家时，她已经倒在厕所里，右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嘴巴歪斜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她的女儿哭着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妈这几个礼拜一直说脚没力，我们都以为是她年纪大了，想说多休息就好。如果我们早点带她来检查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”这个问题让我心里很难受，因为答案是的。如果早10天来，她现在可能还在家里做饭给你们吃。这就是最致命的误解。99%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都曾经现过警讯，但他们都以为那只是脚酸，只是老了，只是最近比较累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想象你家是一栋30年的老公寓，水管已经开始生锈。刚开始你可能只会注意到水压变小了，水龙头偶尔会漏几滴水。如果你这时候就找师傅来检查，可能只需要换个电圈，花个几百块就解决了。但如果你不理会这些小问题，继续用下去，有一天整条水管可能会突然爆裂，那时候你不只要换水管，还要重新装潢整个浴室，花费可能是原本的100倍。我们的血管就像这些水管，在大脑真正爆掉或塞住之前，血管其实已经出问题好几个礼拜、好几个月了，而这些问题会先反映在离心脏最远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双脚。为什么是双脚？因为血液要送到脚，需要通过全身最长的血管路径。如果血管开始变窄、变硬，或者有小血块，那么脚最先会感觉到血液供应不足。这就像高速公路塞车，
如果台北到高雄的高速公路某个路段开始塞车，最先感受到影响的一定是最远的那一端。你在台北可能还感觉不出来，但在高雄的人已经发现车子进不来了。所以当你的脚开始出现异常，突然无力、麻木、走路不稳，这不是老化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血管出问题了。1分钟的犹豫，可能换来一辈子的瘫痪。李太太的女儿后来告诉我，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当初的轻忽。但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因为接下来我会教你怎么辨认这些警讯。现在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中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想象你的大脑是一栋30层楼的豪宅，里面住着最重要的家人。这栋豪宅需要水、需要电、需要空调才能正常运作，而你的血管就是供应这一切的管线系统。当这栋豪宅还很新的时候，管线光滑、畅通无阻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好好保养，这些管线会开始出现问题。首先是生锈，这就像是我们血管里的胆固醇和3酸甘油酯，它们会附着在血管壁上，让血管越来越窄。原本是高速公路，现在变成了小巷子。然后是钙化，就像水管用久了会结水垢一样，血管也会变硬，失去弹性。本来像橡皮管一样能伸能缩，现在变得像塑胶管一样僵硬。当血管出现这些问题，中风就可能以2种方式发生。第一种叫做缺血性中风，就像下水道堵塞，血管里的斑块破裂，或者血块从别的地方流过来，把血管完全堵住了。大脑的某个区域突然没有血液供应，那里的脑细胞就会在几分钟内开始死亡。这种中风占了所有中风案例的80%。第二种叫做出血性中风，就像水管爆裂，血管壁因未长期承受高血压，或者本身有结构缺陷，突然破裂了，血液流进脑组织里，不但让原本该供血的区域缺血，还会压迫周围的脑组织。那中风虽然比较少见，但往往更危险。不管是哪一种中风，结果都一样，大脑的某个区域失去功能。如果那个区域控制的是你的右手，你的右手就动不了；如果控制的是语言，你就说不出话来；如果控制的是你的左脚，那你就无法走路。但这里有个好消息，如果你了解这个机制，你就知道自己可以从今天开始预防，因为这些水管的问题不是1天2天造成的，而是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。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你的血管是可以慢慢恢复的，就像保养一栋老房子，虽然不能变回全新，但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让它继续安全地位。你服务，有一天你早上起床，发现自己的左脚突然有点使不上力，你想走去厕所，却觉得脚好像不太听，使唤，你有点担心，但过了5分钟，这种感觉又消失了。你走路完全正常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你松了一口气，觉得可能是睡觉压到了，或者是太累了。你继续去上班，继续过你的日子，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警告呢？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有个名称，叫做暂时性脑缺血发作，英文简称 TIA， 也就是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， 很多人叫它小中风，就像是中风的预告片，血管短暂的被堵住，让大脑某个区域暂时缺血，但很快又恢复了，因为症状只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，然后完全消失，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忽视它，但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错误。研究数据显示，发生 TIA 的患者中有15%会在48小时内发生真正的中风。没错，就是2天之内，而且这一次症状不会再消失了。
更可怕的是，有1/3的 TIA 患者会在1年内中风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心脏病，这个几率还会更高。我曾经遇过一位刘先生，65岁，来自台南。他在周末打高尔夫球时，突然觉得右手拿不稳球杆，右脚也有点软，但5分钟后就好了。他继续打完18洞，回到家，他跟太太说：“今天可能是太热了，中暑了吧？”太太叫他去医院检查，他说：“都已经好了，去医院干嘛？浪费钱。”结果3天后的早上，刘太太发现先生倒在床边，叫也叫不醒。送到医院时，他的整个右侧身体已经完全瘫痪，而且因为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，即使抢救回来，也无法完全恢复。刘太太后来跟我说，如果我当初坚持带她去医院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泪一直掉。我很想安慰她，但事实就是，如果当时立刻就医，刘先生现在很可能还在打高尔夫球。是大脑给你的最后通牒，他在告诉你，我快要撑不住了，请你赶快做点什么。如果你能及早发现、及早治疗，恢复正常的机会接近100%，但如果你选择忽视，下一次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血管健康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的。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，你今天吃进去的东西决定了你明天血管的状况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经过无数医学研究证实的事实。让我先告诉你4种绿灯食物，这些是你应该每天都吃的护脑食品。第一种，深海鱼类，特别是蒸鱼和肺鱼。这些鱼类富含 Omega-3 脂肪酸。什么是 Omega-3？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血管的清洁剂。我们血管里的坏脂肪，就像水管里的油垢和污泥，会让血管越来越窄。而 Omega-3 就像是强力的清洁水流，可以慢慢把这些油垢冲刷掉。建议每周至少吃3次深海鱼，每次大约1个手掌大小。煮的方式最好是清蒸或烤，不要油炸，因为高温油炸会破坏 Omega-3 的结构。第二种，纳豆。纳豆是日本人长寿的秘密之一，它含有一种叫做纳豆激酶的酵素。那种酵素是天然的血栓溶解剂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它可以帮助分解血管里的小血块，防止它们变大，堵住血管。但要注意，纳豆激酶不耐高温，所以纳豆一定要在饭煮好后才加进去，或者直接冷食。如果你把纳豆煮得太久，酵素就失效了。建议每天早餐吃1小碗，大约50公克。有些人不喜欢纳豆的味道和粘液，你可以加一点酱油和芥末会比较容易入口。第三种，深绿色蔬菜，特别是菠菜。菠菜富含钾离子和镁离子这2种矿物质，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而钠正是让你血压升高的元凶。高血压就像是水管里的水压过高，时间久了，水管一定会破裂。除了菠菜、苋菜、地瓜叶、芥蓝菜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建议每天至少吃2碗煮熟的深绿色蔬菜，记得要用清蒸或快炒，不要煮太久，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。第4种，番茄。番茄含有丰富的茄红素，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。什么是抗氧化？你可以想象血管壁就像房子的墙壁，时间久了会风化，会裂开。而茄红素就像是墙壁的保护漆，可以减缓风化的速度，让血管保持弹性和强度。有趣的是，煮熟的番茄比生番茄更好，因为加热可以让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番茄炒蛋、番茄汤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建议每天吃1到2颗中型番茄，
这4种食物就像是你血管的守护神，如果你能每天摄取，你的血管会越来越健康。但另一方面，有4种红灯食物你一定要避免。第一，种过鲜的食物，一碗咸度很高的泡面，钠含量可能超过2000毫克，这是一天建议量的3倍。过多的钠会让你的血压飙升，就像是突然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水管承受的压力会暴增。腌制品、罐头、加工食品都要少吃，如果真的要吃，记得多喝水，多吃蔬菜来平衡。第二种，油炸食物，油炸会产生反式脂肪和氧化脂肪，这些都是血管的大敌，它们会直接附着在血管壁上，形成斑块，就像水管里的水垢一样。炸鸡、盐酥鸡、炸薯条，这些食物虽然好吃，但每吃一次，就等于往你的血管里堆一层垃圾。第三种，加工肉品，香肠、火腿、培根、肉前，这些食物不止盐分高，还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和饱和脂肪，长期食用会增加血管硬化和中风的风险。第四种，精制糖，手摇饮料、蛋糕、饼前，这些甜食会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，长期下来，血糖的波动会伤害血管内壁，让血管变得脆弱。记住一个原则，每一口进入你嘴巴的食物，都是在为你的血管投票，你投给它健康，它就会好为你服务，你投给它毒药，它迟早会罢工。桌上的小改变，可以让你免于一辈子困在医院的4面墙之内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选择你的食物吧。现在，我要教你一套只需要5分钟的自我检测方法，这是我在门诊时最常教给病人的，非常简单，但非常有效。建议你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在刷牙前，花5分钟做这4个测试。测试1，站立平衡测试。从床上站起来后，在床边站好，双脚并拢，双手自然下垂，注意观察你的身体有没有不自觉地往某一边倾斜，有没有感觉某一边的腿特别没力。如果有，这可能是大脑某一侧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。测试2，单脚闭眼站立，闭上眼睛，抬起一只脚，用另一只脚站立，看能不能维持10秒以上。如果你发现某一只脚站立时特别困难，或者身体会晃得很厉害，这代表你的平衡感和本体感觉可能出了问题。测试3，脚底感觉测试，用手指轻轻按脚你的脚底各个部位，左右脚轮流比较。如果某一只脚的感觉特别迟钝，或者有麻木感，这可能是神经传导出了问题。测试4，直线行走测试，在地板上想象一条直线，或者用胶带贴一条线，然后沿着这条线走10步，脚跟要碰到脚尖，像走平衡木一样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走不稳，或者某一只脚会偏离直线，这需要特别注意。这4个测试应该每天都做，并且记录下来。如果你发现情况越来越差，或者突然某一天表现异常，就要立刻就医。接下来，让我告诉你来自双脚的7个中风警讯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出现其中任何一个，请不要迟疑，立刻挂急诊。警讯1，单侧腿部突然无力，你走路时突然觉得某一条腿使不上力，像是腿里面没有骨头一样，这可能是大脑控制该侧肢体的区域血液供应不足。
警讯2，单侧感觉麻木或消失，某一条腿或某一只脚突然失去感觉，就像被麻醉了一样，针刺也感觉不到，温度也分辨不出来，这是典型的神经传导阻断症状。警讯3，走路时脚会拖行，你发现自己走路时，某一只脚会在地上拖着走，没办法正常抬起来，鞋底某一边特别容易磨损，这代表你的腿部肌肉控制出了问题。警讯4，平地无故跌倒，在完全平坦的地面上，你突然失去平衡，跌倒，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倒，这可能是小脑或前庭系统受到影响。警讯5，腿部不自主颤抖，某一条腿或某一只脚会不受控制的颤抖，就像帕金森氏症患者一样，这可能是基底核区域的血液循环问题。警讯6，站立或行走时失去平衡，你发现自己站着的时候容易摇晃，走路时也感觉不稳，好像随时会摔倒，即使扶着东西也觉得天旋地转。警讯7，症状反复，出现又消失，这是最危险的一种，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TIA， 症状可能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，让你以为没事了，但其实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如果你或你的父母、配偶出现任何一个这样的警讯，请不要等，也不要想说再观察看看。这时候你要记住一个口诀 ：FAST 加 L。Face 脸部，请对方笑一下，看脸部有眉有歪斜。Arms 手臂，请对方将双手举起来，看是否有一边垂下来。Speech 说话，请对方说一句简单的话，听看看有没有口齿不清。Tea time 时间，如果以上任何一项有异常的，立刻记下时间，马上打119。Legs 腿部，这是我特别加上去的，检查双腿是否力量对称，能否正常行走。打119的时候，一定要清楚告诉救护人员，我怀疑是中风。症状从几点几分开始，时间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中风的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到4个半小时，每延迟1分钟就有将近200万个脑细胞死亡。不要因为几分钟的犹豫，换来一辈子的遗憾。看到这里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4个重点。第一，中风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一定会提前发出警讯，这些警讯可能出现在你的双脚、你的平衡感、你的力量上，不要忽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异常。第二，来自双脚的7个警讯，是你身体发出的最后 SOS， 单侧无力、感觉麻木、拖行、跌倒、颤抖、失衡、反复发作，任何一个都值得你立刻就医。第三，4种食物要多吃，4种食物要避免深海鱼、纳豆、深绿色蔬菜、番茄，是你血管的守护者。过咸、油炸、加工肉品、精制糖是你血管的杀手。第4，每天早上5分钟的自我检测可以救你一命。站立测试、单脚平衡、感觉测试、直线行走，简单但有效。20多年来，我在急诊室和病房里看过太多太多的遗憾，很多人倒下的那一刻，身边的家人都会说早知道救，如果当时就但人生没有早知道，也没有如果。真正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，而是我们的
疏忽和侥幸心态，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，应该没那么严重，等一等看再说。但往往就是这些等一等，让可以避免的悲剧变成了无法挽回的现实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把它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兄弟姐妹。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救一个家庭免于破碎。如果你记住了 FAST+L 这个口诀，请在留言区打 FACETO， 让我知道这支影片没有白做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做未结束，请你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你的身体，因为它是你这辈子最忠实的伙伴。他会用最后的力气发出警告，只希望你能听见，不要等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天，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。请你实践，请你分享，为了你自己的健康，也为了你爱的人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保重身体。我们下次见。